主后2026年2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敢无头神？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32章第1到43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2章。天啊，着压耳孔，我要讲话；地啊，着注意听我所讲的话。我的教示要亲像雨水降落，我的话要亲像露水滴落，亲像雨毛仔落伫幼幼的草，亲像及时的雨水落伫菜苧。我要宣扬上主的名，恁着尊咱的上帝做大。上主是石盘，伊的所做完全公平。伊是信实的上帝，拢无不义，伊公正搁正直。这个冤巧败坏的世代，因悖逆袂堪得做伊的囝。愚戆无知的人民，恁哪会安尼报答上主？伊竟毋是恁的老爸，恁的创造主，有建立恁的国家，着会记得古早的日，回想历代的年，问你的老爸，伊会指示你；问你的时代，伊会甲你讲。至权者分土地，互万国做产业，将世间人分开，照以色列人的人数定万族的境界。上主的份额是伊的子民，雅各是伊的产业。上主伫旷野找着伊，伫趴远野兽底口的地拄着伊。上主揽伊照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搁亲像鹰鸟拿伊的兽下室，甲细只鹰仔学飞，铁开石鼓伸伊，载伫石鼓顶。只有上主引带伊的子民，无其他神明会帮赞。上主互因统治地悬的所在，互因食田野的土产，对石棚树蜜，对石头地得到橄榄油，搁食牛年做的刺肉，羊仔的油，巴山的绵羊港山羊，甲上好的小麦，嘛啉葡萄酒。以色列肥就松细，你已经大苦搁粗鲁，皮肉筋骨。就去杀创造你的上帝，看轻解救你的石盘。因用别个神明激伊怨妒，拜可恶的偶像惹伊受气。因祭拜鬼神，这个鬼神毋是上帝，是因毋捌的神明，是新的近来才有的，是恁的列祖无得惊的。生恁的石盘，恁无看重伊；生恁的上帝，恁袂记得伊。上主看见就放杀因，因为伊的查某囝惹伊受气。伊就讲：我无要搁插因，要看因的结局安怎。因是亏欠的世代，无忠实的囝儿。因拜毋是上帝的神明，激我怨妒；因拜偶像，惹我受气。我就用毋正民族的人民，激因怨妒；用愚戆的国民，惹因受气。我受气的火得倒，就到阴间极深的所在，烧灭大地甲一切的土产，吞灭山的根基。上主阁讲：
我要不断用灾祸攻击因，用我钱地内所有的钱射因。因为饥荒消散，互炎热甲瘟疫吞灭，互野兽家着受毒蛇攻击。外面有刀剑，内面有惊吓，互少年人甲在世女、食年的婴仔甲白头毛的老人拢灭亡。我原本要彻底消灭因，互世间人袂记得因的名。毋过，我惊因会对敌自夸，惊了因误会，惊了因话讲，是阮打败以色列，毋是上主的作为。因是袂晓想的民族，无一丝仔知识，可袂得因有智慧，会明白即个事，袂晓想家己的结局。若毋是因的石盘，甲因袂互人；若毋是上主去杀因，因的对敌哪会一个打败因1000个，两个互因10000个逃走？因的石盘无亲像咱的石盘，咱的对敌嘛安尼承认。对敌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种，对蛾摩拉的园煞来。因的葡萄是毒葡萄，规拍拢是苦的。因的酒是大马蛇的毒，是毒蛇致命的毒。上主将对敌所做的歹，拢封捌伫伊的府库。伸冤报应在伫上主，时机一个到，伊会甲因报应。因拄着灾难的日分啊，会真紧受刑罚。上主要为着伊的子民伸冤，要怜悯伊的仆人，因为伊看见因气力已经无去，自由的甲无自由的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伊要讲，因的生命伫倒位？因瓦靠的石盘伫倒位？遐会食因献祭的油，啉因奠酒祭的酒的生命，担着起来帮赞因，保护因。但恁着知，只有我是上帝，我以外无别个神明，我互人死，嘛互人活。我拍伤人，嘛医治人，无人会当对我的手头解救因。我仰天举手，用我永远的活命立誓讲：我要将我金世世的刀磨来，执行审判，报应我的对敌，报应怨恨我的人。我要互我的钱啉血，啉遐个受害受掠战士的血。我的刀要食肉，食对敌遐个长头毛的首领的肉。列国啊，着甲上主的子民做伙欢呼。上主要为着伊的仆人所流的血伸冤，保护伊的对敌，赎回伊的地甲伊的子民。你敢无头神？不老神是人之常情。譬如讲，伫生活中会袂记得甲锁匙也是手机仔放伫倒位，会袂记得别人的名，甚至袂记得家己捌做过的代志，也是讲过的话。这种无头神检采只是为咱带来生活上的困扰，但是伫属灵生命上的无头神，袂记得上帝的恩典和拯救，却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今仔日读的这段经文被称作摩西之歌，也是石盘之歌，是摩西临终以前对以色列人民的最后提醒。摩西伫接续头前的
讲到了后，用诗歌的方式来传达重要信息。伫这首诗歌中，摩西借着历史向以色列人民重述上帝创造、竞选、引带甲拯救。摩西将面提醒以色列人民，千万毋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。另外一方面，伊也提醒人民爱对过去所犯的错误记取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。以色列人过去实在伤容易健忘，因常常袂记得上帝对因的竞选甲拯救，直到毋敬畏这位大能的拯救者。当太平盛世，就背叛伊，弃绝伊，活转身去拜偶像，做歹惹伊大受气。因为安尼，摩西呼吁以色列人民爱记牢上帝才是唯一的神，除了伊以外，无别个上帝。只有信靠上帝，才有真正的盼望。换句话讲，摩西透过这首歌，毋简单回顾上帝信息甲大能，也指出以色列人民的无头神，提醒因莫搁再犯相款的错误。对摩西之歌，咱通清楚看到属灵性命的无头神，互以色列人失去感恩，崇拜偶像，引来管教。以色列人捌踮埃及做奴才，当因呼求上帝帮赞，上帝就拯救因，带领因出埃及，进入应允之地。但是当因生活安定，就袂记得上帝，离弃上帝，转而崇拜偶像，激怒上帝，招来祸患。虽然是安尼，摩西之歌的最后也指出愿望。虽然以色列人无头神背逆，但是上帝犹原是信实，伊的慈爱袂改变。伊呼召以色列人民回转，佮应允最终要带来拯救。咱的属灵生命是毋是也常常处踮无头神的状态中呢？拄着困难的时，就迫切找求上帝帮赞；一旦生活顺利稳定，就减少祈祷。伫顺遂的生活中，咱渐渐淡忘上帝的恩典，开始追求金钱、地位、名声、享乐等等，或者现代的偶像取代上帝，成做咱上大的倚靠。检测咱也会受到上帝管教，但是伊的管教并毋是出于残忍，是要互咱记得伊，就亲像父母管教囝儿，并毋是出于愤，是希望引带囝儿行伫正路。伫信仰的道路，咱可能会无头神的软弱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显明上帝的疼甲赦免，愿咱会当及时回转，重新记牢伊是咱的保护者，伊的恩典每日拢教育咱用。日想，我是毋是常常袂记得上帝的恩典？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用其他的物件取代上帝，成做我心中的偶像？我是毋是常常袂记得上帝恩典？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用其他的物件取代上帝，成做我心中的偶像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保护者和拯救者，求你帮助我脱离属灵的无头神，互我用感恩甲顺服来回应你的疼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